亚综合报道。 台中交通局的公车智慧型站牌会当提供公车的动态资讯，也毋过这款新的站牌比例无够2成，大部分拢阁是传统的站牌。市政府就讲，因为钱无够，无法度全面换新，建议民众会当使用 App 还是扫描站牌的 QR code， 也毋过这对老大人来讲有较困难。 台中市27号早起高温来到33度，到东兴市场买物件的民众，看到大包小包伫咧路边等公车，但是因为当地是传统的公车站牌，唔知影公车到底是当时会来，大概是等甲寒插插滴，希望会当装到站显示的智慧型站牌。我当然无爱装。为啥讲？你才有通看时间，看几号几分钟来，几分钟来。哎呀。啊，你敢要地向用手机？ 无咧用手机啊，所以搁较需要。啊，老岁仔人若有聊用手机看公车时间啦吼，才会当安尼看啊。台中现有6892位公车交付站，目前敢若有1322座有智慧型的站牌，比率占19%。民众虽然会使用手机 App 查询公车预定到站的时间，但是老大人除了有数位落差的问题，就算讲会晓用，也是认为无方便。交通局是强调，智慧型的站牌平均一组就要开10万块，受限经费的问题，无法度全面来设置。目前除了 App 也伫咧站牌来打 QR code， 互民众扫描，就会当来取得到站的信息。 铺挂的那个跑马灯那一种形式哈，目前大概一座是5.5万左右，太阳能板用节能式的哈，这种大概要花到15万到16万啊。那我们再考量到每年预算它有不同的用途，那我们还是每年都跟市政府积极争取。就是你还要翻手机出来查啊，到站显示的话，你不用拿手机，你直接看你的班车大概几点几分会到啊，哎呀，那个还是比较方便啊。民众认为升级公车站的设备会当提高坐大众运输的意愿。市府是讲会积极来向中央来争取补助，以每年装150座智慧型站牌的速度持续来翻新。记者台中报道。再来看婚姻。